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係熊一輝，我是小主播张永烧，我是小主播 JJ， 我是小主播臭梅。欢迎收看2礼拜社会是天府。来，很认真的问3位 CEO， 我们认识多久了快1年吧。快1年。差不多。那我要更认真的问，1年了，你们准备好要跟我谈恋爱了吗？什么？不合法不合法，谈恋爱怎么不合法？聊这礼拜主题是谈恋爱。喜欢一个人是什么感觉？如果用我们常用的这个表情符号来呈现的话，就是看到他眼睛发亮，看到他心跳会加速，看到他心跳会加速哈。疑惑的表情。疑惑的表情，为什么喜欢人会有疑惑的表情？就为什么会喜欢他？就是他到底哪里让我值得喜欢他？就会一直想很多，然后每天上课都在想他，想要解答自己的疑问。对 ，OK。所以嚟咗禮拜 ，Anson 嚟了解一下，到底2張年紀差唔多19歲，佢到底乜嘅係戀愛嘅感覺麼？提上嚟看2禮拜嘅社會談議題。社會唔要講演員麼？係咪當你看到佢都會心肝寶寶貝，唔知我用嘅真好。社會啊，唔知麼？講伊132係動出現嘅一件事情。不過，伊種從來冇想用意教人改安用嚟做，將表態得出自己嘅感覺。講伊132嘅時節，用人會條條圍繞情緒，變得個頭尾都紅。用人會條條圍送東西本機，三感覺係自家送嘅。用人未都會想到對方嘅注意，會去欺負佢。就不知道，除非有乜嘅奇蹟發生，希望我同教育人行動下，真係艱難呢。就業方面，2014年針對5到8年級嘅社會做為調查，發現有20%嘅小朋友有戀愛經驗，而當中有67%嘅家長係唔支持嘅。唔單止家長，亦都經常咪同同學講，愛好好讀書，唔好談戀愛。唔過社會啊，也都要想過麼？喺講一陣年紀做唔得談戀愛，有冇睇家啲一下就會有講伊132嘅感覺呢？第二度嘅睇人都反對小朋友戀愛嘅情形下，大部分嘅社會嘅度嘅戀愛知識都係對朋友、網絡還講偶像劇好來益，唔過嘅度知識要正確麼？社會嘅度啲安用嘅公司心肝頭都會花麼？係偶像嘅想行要安用嘅做麼？經常又係。也到底安用嘅保護對方麼？因為社會是天賦，就嚟講好教他唔會講到位，韓國大部分家長都堅持嘅戀愛。社會啊，也都準備好嗎？就像我剛才問3位的，你們準備好要跟我談戀愛了嗎？你們都還沒準備好，但是你們知道或是你們感覺怎麼樣算是在談戀愛？2個人互相喜歡，要互相喜歡才算談戀愛。一起做喜歡的事情，一起做喜歡的事情是談戀愛。單戀一個人或者暗戀一個人的時候，也算不用像JJ講2個人相互喜歡，對啊，那樣也是一種戀愛。因為我覺得說 ，Case 剛剛直接講到2個互相喜歡，可是他們沒有說明白，就是這曖昧不清的關係。我覺得就是如果真的是要談戀愛，就是雙方說好，就是我們在交往，這才真正談戀愛。JJ，我們來看一下戀愛的幾種狀態。單戀就是告白沒有成功，分手。還有在一起，彼此喜歡但是沒有在一起，被別人喜歡，還有暗戀。來，括號裡面的告白失敗，什麼是告白？你有告白的經驗嗎？有。你怎麼告白？用 LINE， 我就跟他講，我有一個事情想要告訴你，但是你不能說出去。我就跟他說，我喜歡你，請問你喜不喜歡我？然後他就像是已讀不回，不是，他就轉移話題，然後就會
问别的问题，不会回答我这个问题，所以我不知道。来，那你自己把自己放在这几个圈圈里面，你属于哪一种？单恋吧。你告白算失败吗？他都一直不回我。为什么你不当面问他呢？他就不能不回你，不能回避啦。张雨潇，我很喜欢你。不好意思，我现在有事情。你就不会是单恋啦？不敢直接跟他讲。你是怕被拒绝还是不敢？怕被拒绝。我是写纸条，嗯哼，我好像写说你喜欢谁，下面就有写，就是画框框，然后写一些人的名字，包括我也在内，然后会选择题耶，还是？然后你那格子比较大，对不对？是打勾的地方。然后他是原封不动的退还给我，没有做到。你单恋他多久？3年半，不止。几岁到几岁？3年级到6年级毕业了。自从3年级跟他告白后，一句话都没有讲过。如果你早知道这个结果，你还会跟他告白吗？会啊，还是会。那时候天真无邪可爱嘛，所以你现在还是啊哈。你有为他做过什么很蠢的事情？或是疯狂的事情，不见得蠢，就牺牲下课时间啊，明明不想打篮球啊，跟他一起打，就为了见他一眼。结果收获呢？没有怎么样，干了他几个火锅。这样没有改，我连球都不敢传给他，哇，只有被喜欢的份。对，我就是特别好嘛，没办法。好，你怎么知道自己被喜欢？就很多人都会先试探说你有没有喜欢的人，然后就一直问，然后就都已读不回。然后他就传个我喜欢你，就已读不回他。我讲一个数据哦，其实各位可能会很意外，根据俄佛联盟的调查，像各位这个年纪，大概有三分之一都已经想要谈恋爱了。所以这个礼拜，N4图大家都可能在调查，要来了解一下，从2个年纪的小朋友，記得要簽7個重要原因，究竟哪啲條件？看我來看呢個禮拜4位太調查。今日我來到外星白色普強怪獸，有的同學會同大家分享，夾到中意用嘅英語。有位同學講天笑，話都講唔出來；有位同學忙起跳，笑眯眯嘅。也還就了堂課啦，夾到講嘅暗道馬開邊咩？希望他就是不要比我高，也不要长得不好看。我会烦恼说他不喜欢我，而且我还想知道要怎么维持。我希望我的男朋友要很有钱，因为这样我才可以去很多地方玩，也可以吃很多东西。我喜欢的女生的专长是打扫和缝纫，个性开朗爱干净，是合适长头发的。我会喜欢的女生是会运动的女生，我应该会先跟她交朋友，看看她的那个习惯，如果很好的话就可以跟她那个告白。我喜欢的人是关心我的人。我喜欢的女生是比较阳光的，如果我有机会遇到这种女生，我会先跟她交个朋友，有机会我会向她告白。我喜欢那种会打篮球的女生，然后脾气好一点。今天如果我约她出去的话，我可能会约她打篮球或者是看电影。他是 TFBOYS 的王俊凯，他很高很帅，个性很温柔。旁边那个是我在当花痴。刚才问其他的小朋友，我看到很多女生说要高，哇，看她趴在她的脚边那种感觉，然后有的说要很有钱，然后有男生说要长头发，还有人说要很会打扫，跟你们想象的喜欢的对象要求的条件相不相似？女生哦，要白一点，要白一点哦，所以要漂亮。高富帅、白富美，不是只有我们这个年纪在追求哦。个性好，像这样好不好？不好，哪里不好？就会跟我斗嘴，都要听我的，我才要。这样生活不就很有趣吗？这个会把家里弄掉吧？啊，来，大姐姐，那你要找另一半是要找哪一种？好多啊。来，没关系，我有的是时间，你慢慢练。好，应该就是体贴，然后温柔，然后有时候耍一点嘴皮子，耍嘴皮子，所以功课不要太差。这4个条件，
都没有列到外貌，你不会因为他的外貌喜欢或不喜欢那个人。对。那你还不知道他是否体贴、功课是否好之前，你要怎么样来找对象？第一眼当然先看帅啊，先看有没有帅。所以嘛，我就是要套出这个答案，你还是要先看帅才知道体不体贴啊。可是那不是重点啊，哎，至少长相可以看吧。OK， 来，除了这个之外，来，我们来看一个图表，在谈恋爱的过程当中啊，你有没有想过会变成怎么样？花很多时间找想对方啊，我就是害怕被发现。哦，你也是害怕？如果说假如我以后真的跟一个男生在一起，没有跟爸爸妈妈讲，然后他们知道，不知道他们会怎样。花很多时间想对方。你想象中的，你没有谈过恋爱，恋爱的感觉是什么？当两个人互相喜欢时的感觉，就像是火山爆发一样。讲一讲你喜欢的那个女生，你告白的那个女生，她是一个怎么样的女生？功课好，功课好又好，人缘好，皮肤很白。哦，皮肤很白。重点是皮肤很白。那你靠近她的时候，有感觉到她的热度吗？有一点。有一点。你靠近她的时候，你的感觉是什么？有一点高兴吧，心跳会加速。心跳会加速，会冒汗吗？有一点冒汗。那就有接近你理想中火山的感觉。对。因为恋爱是糖果，所以我不想让父母知道我在吃糖吗？不是。为什么？就是虽然你很害怕被发现，可是你就会每天在学校或是下课的时候看到他，你就觉得很开心，就像吃糖果一样。就是在考验自己跟对方的感觉。是你们的恋爱会遇到很多考验的意思吗？对，为什么？因为不然如果不一直这样的话，感情会慢慢淡掉，就是会更。什么事情让你有这种感觉？偶像剧。偶像剧。我们刚才在动画里面也看到，因为很多人对于像，尤其是你们这个年纪，在还没有恋爱之前，很多都是来自外界的这些资讯。那如果是考不完的事，恋爱应该要有人打分数吗？那个考试一直不是成绩啦。那是什么？因为不断的考验才会建立跟彼此的爱。为什么当你看到喜欢人的时候，心会扑通扑通的跳呢？因为喜欢一个人的时候，大脑会分泌许多化学物质来刺激你的身体，有的物质会让你精神变好，有的也会让你心情变好，更有自信。所以当你觉得兴奋、脸红、心跳加速、有来电感觉的时候，那就是它在你脑袋里工作的结果咯。这一下茶，我一下要夹夹真的哟。這位唔要綜藝節目，知道有你條條嘅綜藝節目呢，想我同大家分享嘅麼？有吧？没有。我现在没有喜欢的人，但以前有过。我看到他会觉得很尴尬。我看到喜欢的女生会害羞。我喜欢的是一个明星，他是 TFBOYS 的王俊凯。我喜欢的人是 TFBOYS 的王源，看到他就会脸会红。我看到喜欢的人，我会觉得很尴尬、很害羞。当我看到我喜欢的人的时候，我觉得很紧张。没有。我那时候叫喜欢的人去一个地方，然后把我写的纸条给他，不小心被他听到，就顺便告白了。他什么都没回，那个时候我感觉很尴尬，有点害羞。我是1、2年级的时候跟他告白，所以现在已经忘记了。我那时候没有告白，因为我会害羞。如果我有喜欢的人，我要跟他告白，我会在路上直接跟他讲我喜欢你。我可能就会偷把他带去一个地方，再跟他说我爱你吧。没有。他说我喜欢你，然后我就转头就走了。我那时候觉得他很白目。他跟我告白的时候，我觉得很害羞又很开心。他用 FB 告白，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做，所以我就没有理他。会有一种有成就感的感觉。我希望他不要当面讲，因为我觉得会很糗。
希望他用聊天室跟我告白，因为见面告白会害羞。我希望他可以写卡片给我，但不要太直接。除了高難度嘅小朋友，你其實有讓大家分享一隻調查，就係兒童福利裡面，佢哋發現有72%超過73哦，5到8年級嘅學生啊，有半年過拍攝，有人嚟講佢好佢嘅經驗。到底對小朋友來講，佢哋過拍有兩半種。來，我們看一下最常見的告白方式有哪一些呢？有買禮物給他，第2名是傳紙條，還有寫信，第3個是約對方一起做某件事情。如果是你喜歡一個人，你會想要買東西給他嗎？我可能會先去了解他到底喜歡什麼東西，然後就去了解他，然後讓他知道我真的很喜歡你，然後我也試着去了解你，所以買禮物給他。不打算要告白哦。因為如果現在等別人向你告白，不是因為如果告白了啊，他如果沒有喜歡我會回避我的話，那不就我吃虧嗎？至少他現在還可以理我。我們來看看一般的同學不喜歡別人怎麼樣表達他喜歡，就怎麼樣表達告白。我們來看一下。第一招，死纏爛打黏你。對，死纏爛打黏着你。第2個是到處跟別人說喜歡你。然後第3個呢？搗蛋欺負你，在你面前耍帥。我最討厭死纏爛打。你有遇過嗎？還是你有聽過嗎？就跟你拒絕之後，又每天開始說，然後在寫功課，手機一直叮咚叮咚，說你在幹什麼？你在幹什麼？你有沒有想我什麼？這我根本就不喜歡你，所以就很麻煩。莫經驗能對方，我本気喊哪等人哪來？也是死纏爛。你周圍有人黏着你嗎？有哦，就是我走到哪，他們就跟到哪。女生對，有告白過嗎？有。在告白失敗之後，你當時的心情你還記得嗎？你們怎麼自處？很難過啊，猛吃東西，猛吃東西，然後看連續劇啊，看到爽，看爽。有來，兩位有難過到掉眼淚嗎？應該還沒有。你就是他這樣拒絕你之後啊，你到底怎樣才會要放棄他？你這樣換成你死纏爛打人家Q 得很好是人家讓我死纏爛打，不是他，不是，哎呀算了。我也回答他的問題，要怎麼樣你才願意放棄？就是好了，我不喜歡這個人。讓我發現他討厭的一面吧。大家在告白失敗後，都有或許不是很好的經驗，但其實哦。縱使你告白成功，談了戀愛，這個戀愛也有可能是沒有結果的。所以，我們來看一個實際的例子。有一個國小的女生，她所有的這個戀愛的過程都跟她媽媽交代得很清楚，所以她媽媽也知道。那她媽媽也一起接受訪問。我們怎麼看他們在告白、戀愛以及分手這整個過程？然後父母又可以扮演怎麼樣的角色？一起來看下面這個例子。暑假的時候就是練田徑，因為他也是田徑隊，我也是田徑隊。然後就集訓的時候，就是因為人就變得比較少，就開始慢慢注意到他。然後後來就變成喜歡他。他會跟我講說學校今天發生什麼事，然後他就會跟我講，哎，哪個男生很棒啊。然後到最後就會發現，哎，嘴巴裡面講的都是固定某一個男生，然後還會留下來。要來接他，他不要回家，他會留下來看他打球。我喜歡他1個禮拜之後，我就寫情書給他，然後就是他看到之後反應很鎮定，然後後來他就答應我，就說我們可以在一起了。然後就是很想要合照，然後就用他們手機來合成。我有跟他一再的叮嚀說，你現在年紀還小，不可以交男朋友。我是直接講不可以。不是不可以，對。那後來發現，哎，真的是非常投入的時候，又覺得說，我如果強硬的跟他說不可以的時候，其實他反彈會更大，那我會更不知道他的狀況。有一次他去比田徑比賽的時候，我就很想找他聊天，然後結果他就說他在比賽，叫我等他一下。可是就是一整天已經一整天沒跟他聊天了，就是有點急，然後就一直想找他，然後他就叫我等一下，然後我這樣會害他分心，然後到最後他就是整個分心，連其他學校跑很慢的都跑不過。
然后后来他就生气，就跟我分手。我有问他说：“那你会很难过吗？”他就还好啊。然后我就问他说：“那你要不要妈妈抱一下？”不用，还好。就是我会有心事都会跟他讲，然后最后面的时候就是跟他分手，就觉得很可惜。我觉得如果说喜欢或者是被告白，这都是正常的，这些我觉得都是正常。但是如果说像之前那样子投入那么多，我就觉得不是很恰当。我自己也在想，我应该怎么做比较好。所以我觉得这个阶段都已经到5、6年级，其实快要进入叛逆期了。那如果我很直截了当跟他讲，你就是不行，那我想一定会反弹更大，因为我那时候也担心反弹很大，所以我会有时候问一下他，然后但是我不会跟他说，你这样是可以的，但是我会了解他的状况，这样子就是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就是陪伴。从这个同学的例子看起，好奇问3位小欧，你们会跟父母分享你们的交友状态吗？我指的是都会。以前小学校，所以妈妈都认识，妈妈都帮忙带过课。什么是他？没有啊，妈妈说他还不错啊，品性还 OK 啊，功课还不错这样子。妈妈就是不会给负面的一些想法。妈妈就说 OK 啊，反正多交朋友，但是自己的功课还是要顾。然后直接就跳到功课这一段。然后爸爸就说，爸爸其实是反对的，他会觉得我们小学爸爸反对你喜欢他，还是反对你跟他交往？你知道爸爸反对什么吗？不知道。你要问清楚爸爸。因为他觉得我们学生的本分就是要读书。因为我很喜欢拍照，所以我朋友我都会跟他自拍，然后我就会我觉得我可能没有对妈妈隐瞒吧，我就会把手机看，你看我跟哪个男生自拍，我跟哪个男生自拍，然后妈妈可能也没有想那么多，她就说他是你好朋友，都是对那是我好朋友，妈妈就会说现在青春期你喜欢人是正常的，可是就是你们就是继续当朋友，就是不要再进一步的关系。你觉得身为父母，我们要怎么样去关怀子女在异性的交友状况？我有问过妈妈，说你同不同意我有交往对象？然后那时候只是这个假设嘛，然后妈妈的回答我还蛮满意的。妈妈就说她不是很赞同，但如果真的有也没有关系。但是在未成年之前是不可以跟他单独出去的。今日節目談嚟當到，尤其係從小學，不論係現場嘅小學，又係啲訪問到嘅小學，了解到對幾條兩隻年紀已經做得感受到，你講愛也好，情感也好，是談戀愛酸甜苦辣乜嘅感覺都有。所以節目最後，我哋強調一下，平時挑戰各位做爸爸媽媽嘅，仍然會設計成嘢到幾多歲，展開去適合來體驗兩類嘅感覺。以上是兩禮拜節目內容，非常感謝大家收看。下週禮拜六晏晝7點半，記得準時收聽。4位吃天譜，拜拜。是凍豬了，咁麼簡單拿到嘅營養凍豬菜，上冇看過好食的菜。同學喜歡的午餐菜色就是第一名就是肉，第二個是異國料理，第三個是油炸類。你們平常在營養午餐會吃到魚蝦類製品的比例高嗎？比較少，比肉還要少。